大亞灣中心區呢個國企樓盤最近跌咗一半啦。咁之前高峰期係要去到14000幾嘅，而家7000零蚊，仲帶埋裝修添。最近佢熱度特別高啊！今日同大家嚟到實地一齊考察翻。嚟睇呢個135嘅單位啊，做5房嘅。咁佢而家係用到當下最流行嘅一個橫廳設計，同時加埋南北通透㗎，非常之豪氣。咁入門已經可以感受得到成間房嘅一個空間感啦。開間係做到6.7米嘅。咁我而家企住呢個位置係可以間多間房出嚟嘅，係可以做到呢個出陽台後果啦。咁如果大家唔間嘅話，就呢個大橫廳啦，可以作為一個飲茶室或者係其他啲佈置嘅。咁我哋行到隔離嚟就屬於我哋呢個客廳嘅位置。做埋個電視背景牆㗎，以及呢邊係可以直觀見得到我哋小區園林嘅。客廳出嚟就屬於我哋呢個主陽台啦，同我哋客廳一樣嘅長度6.7米嘅，咁佢係屬於個朝南向啦，見得到我哋下邊成個園林景觀非常之唔錯啊！咁我哋再翻轉頭睇翻我哋入邊個佈局，先睇翻咧我哋入門第一間房個位置，空間都係屬於係比較大嘅。咁隔離係屬於我哋南北通透一個餐廳位啦，出邊仲有個生活陽台嘅，可以擺翻個洗衣機啊、晾衫。咁左手邊呢邊係我哋呢個廚房。廚櫃各方面都已經全部做好晒㗎啦，咁我哋而家睇完呢邊，再睇翻我哋呢個休息區。嗱，而家睇翻個休息區啦，咁首先睇翻我哋第二間房啦。睇園林小區南向房可以做翻呢個長輩房嘅，咁對面係廁所位置啦，可以做翻呢個乾濕分離嘅。隔離係屬於我哋呢個半贈送嘅一間房啦，睇得到我哋入邊嘅小區園林啦，同埋一個泳池景觀嘅。最入邊就屬於主人房啦，入邊帶翻個主人房嘅廁所，隱私都會做得比較好。咁成間主人房佢面積係有20個方嘅，咁擺翻一張2米嘅大床，其實都係冇問題㗎，空間感做得特別好啊！咁我哋今日睇翻呢套135，其實佢總價都係只要100萬左右就 O K 㗎啦，月供3700蚊到。咁其實我哋仲有啲細戶型嘅102啦，同埋一個126嘅，咁總價都係70零萬到90零萬呢個價位嘅。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啲細戶型細啲嘅有興趣嘅，都可以同我哋講翻，我哋都會 send 翻啲新嘅資料俾大家睇翻嘅。O K 啦，上面單位睇完，咁去到下邊同大家介紹翻我哋而家嘅位置同埋呢個配套啊。新華聯呢個小區係位於大亞灣中心區嘅，咁佢距離深圳啦大概係13公里嘅。咁我哋門口就有巴士啊，西湖出行同埋呢個愛心巴士係直達蓮塘啦，或者係羅湖關口嘅，交通好方便㗎。咁下邊啦仲有個惠民廣場以及隔離嘅大亞灣文化創意，後期大亞灣新嘅地標啊，佢以呢個圖書館啦同埋呢個商業為一體嘅。咁下邊仲有一個虎頭山公園啦、紅樹林濕地公園啦，原生態嘅資源都好豐富㗎。咁北門上去咧，仲有我哋成個片區唯一嘅一個懷亞醫院，3個級醫院嚟嘅。咁啊購物方面咧，我哋對面咧就有一個金沙嘅一個購物中心啦，好似麥當勞啊、華潤萬家呢邊已經全部開晒㗎啦。咁對面仲有一個岩前農貿市場嘅，買餸其實都好方便㗎。咁我哋再移步到我哋沙盤同大家睇翻我哋嘅小區情況。咁成個新華聯佢屬於一個中高端樓盤嚟嘅，不過物業管理費好平啊，1.4蚊就 O K 㗎啦。咁對比周圍好多啲2-3蚊嚟講，真係夠晒親民啦。咁我哋轉翻睇翻個沙盤，成個小區5000幾伙人，一共係有25座單位嘅，全部園林小區都係連埋喺一齊嘅，做得非常之靚啊！咁而家賣緊係屬於個3期23座單位，距離我哋呢個南區正大門係比較近嘅。咁話翻轉頭啦，7000零蚊帶埋裝修，以及仲有各支企背書嘅單位，有冇興趣？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新華聯係有興趣嘅，可以約上阿輝一齊嚟睇睇。